2年前，社区民帐篷嘅开心农场、欢喜农场也个游戏过实行，过多年路上嘅提名路方港中舒适，推动县政府今年未推出的名路农场，不过也没游戏，推动县农业处选出的5个名路农民。提能安内270度嘅业量机，消费者透过名路随时都看得到作物生长嘅情形，同农民直接沟通，打破推动农产品受到地理限制、供难卖嘅困境。科技同农业结合係未來嘅發展，不過愛做名路農場更有按律法，聽論所以我蔡一場嚟推動看下先。仲有又係幾行嘅，嘢摘8個件咧嗬，等於都要摘，面就成大座摘。行睇自家碌下嘅郵寄採驗度，李前亮摘嫩長角頭，看到順後不記嘅頭位，李前亮冇貼手，伊講做郵寄搶菜，就係愛本地位本蟲嘅事。呀，不記啊我，係啊我。這沒有，我們這郵寄就這樣的呀。郵寄一樣的，不蟲也冇別不蟲啊，冇也郵寄冇要是冇要嘅話，就本地蟲嘅是啦呢。總係10個年郵寄搶菜，李前亮其實早就已經扭到會減少郵寄農作物，車道偏蟲可以有量。種一種頭嘅，人就按嚟種，隔離啦。哦，一行像監行啊，你嗬，像幾行隔行腳嘛落去，幾邊嘅都冇不記，幾邊都當正。而都按嚟見，要一個係喺操作嘅，操作人呢，記住唔會一下都幾片都冇聽，慢慢咧，所以講中間郵寄嘅東西就要量啦。幫喺田橋度嘅插草，連轉粉係陸家強嘅土農，2年前落身來做郵寄工作。看到郵寄農業嘅未來發展線，同朋友鬥鼓開發了20公頃嘅田橋。李前亮連轉粉也兩個農民共用落實郵寄工作嘅理念之外，2個人都係推動嘅最新嘅名路農民。你從這上面都可以看到一舉一動啊！你看。田橋都嘅田塘，透過攝影機隨時就看得到影像，掃描就看到清清楚楚。也推動縣政府今年持辦嘅名路農場，透過名路平台，消費者就得隨時看到農作物生長嘅情形。喺講我哋嘅電視嘅搶菜果子係用嚟種出來嘅，用嚟變態嘅，對一般人來講可能唔係咁簡單嘅事情。不過一下呢，透過一個270度嘅攝影機，24點鐘嘅傳輸，從睇路卡透過名路，輕輕鬆鬆嘅路做得看得到。這網絡的平台，它是一個即時影像。它可以讓你看得見，最安心。它提供的就是一個你安心的一個農作物，你要買的東西，你不會到商店，或是到一些賣場去買的東西，你不知道它的過程，它耕作的到底放了多少農藥，多少化學的肥料。推動縣農業處今年先嘅5戶農民推動喺農場按270度視野嘅攝影機，本農民做得同步透過名路看到農場度嘅畫面，用新方式賣農產品嘅名路農民對未來都充滿了期待。對我們台東縣的所謂後山當然是相當大的幫助，因為台東縣整個它是一個農業縣嘛。再加上它最大的一個缺點就是在於這個行銷，
如果说县政府透过这个网页农场，它能够帮我们把我们台东县好的农产品行销出去了，但是我们乐观其成，相当好。个今下个时代又见进步吼，就嚟靠网络较刺眼啊，就唔是出门就啲网络农场即做人夏天但佢都比夏天但天光風都多嘅，就做啲落鑊頭做嘅安尼哦。台東縣有千多好嘅農產品，雖然為個配角交通唔利便，甚至到農民更難推動嘅農產品賣出去。台東農民嘅銷售困境，還有當地嘅銷售較多啦。我一家銷售冇法度銷售出去，你一家銷售又驚我用嘅出去用嘅貨運嘅問題攏較多，所以我冇一家全發法。嗰所用網絡行銷，嗰種變做嘅無本延期態勢嘅台東農民最好嘅選擇。公家機關全面架設網絡平台，為農民掛保證，韓國有公信力，也做得增加能見度。縣政府做同人做唔同樣，縣政府它有公家有承認咧，有看到好嘅，佢咱咁平台咁上去嘛。人即個做嘅有啲人做咯，有啲人較唔相信講人私人做嘅網絡廣告，佢會唔相信啦，因為網絡先多嘛，比便宜唔一個多嘛，所以講應該縣政府做平台比人做平台較有公信力啦，較準啦，他人較相信。對於農民來講是有一些幫助的，因為它是屬於縣政府的網站啊，有些人搜尋的機會較多啦，不會像你一家農民這個較冇人注意到你一家的所在。網絡無國界，一個無遠弗屆的一個強大的力量。那麼我們借由這樣的一個網絡的建制，那麼也可以去破除我們台東在交通以及地理環境的一個相關的限制跟障礙。那麼除此之外呢，網絡農場的一個建立的這樣一個平台，我們也可以去開創另外一種新形態的一個行銷方式。實嚟一陣日，農民已經感受到科技帶來嘅行銷轉變。因為也推動嘢也交通不方便啊，就是就提點就靠下網絡嚟一般人就靠下網絡嚟賣較多啊，你啦嘿。所以小數量有多少有檢查有天單較多嘿。然後我們也接到一個所謂香港的客戶，他來蠻欣賞我們東部，尤其是我們台灣的稻米，尤其是在有機這方面這些區塊，像我們這邊佔地20公頃的稻田裡面，它是完全獨立性，在整個台東縣，可能包括整個台灣省裡面，要有一個整個區塊20公頃的稻田，有機稻田，它是相當難得的。好的，你就按個夠好了。你按沒有用？我按沒有用，要你按，沒有你按也沒有用，滑鼠按。滑鼠按，對對。要滑鼠按。對，點一下空白鍵，點一下，好，然後點3號好了。點3號。好，點一下，然後再按 Go。跑這邊來好。雖然縣政府同農民對新科技進入農業領域如樂觀其成，我實際操作上對年紀是個大嘅農民來講，還係有困難。對啊，迄個年紀較大嘅就有差迄農也像也買也網絡農場就可能較後生嘅咯，迄老人家伊根本都唔曉得下載啊一樣係買迄廠藝都唔曉得咯係啊，係是講有來接電做嘢咧也網絡嘅就幾負責咯係啊，負責老人家都唔曉得操作嘅。當然是會有這方面的困擾啦，但是事實上我們都可以慢慢去學，因為現在我們包括整個農業的種植啊、行銷走向於所謂資訊業，然後這也給我們一個農民很好的一個機會，可以在整個
这个科技业资讯上有没有一个学习的角度？哦，因为往后一定是走向这方面发展嘛。另一方面，苗栗农場嘅苗站巷雖然隨時就看得到影相，不過考下到平看，影相唔係規整，消費者也做唔得自家選，愛看乜嘅角度，將一個角度嘅樣畫面貼附了，更怕困難想到消費者被注意。實際上，它就是一個缺點，就是可能要農夫他們自己去做更新啊，對，然後不然的話，如果我們調好角度是這樣子，可能。如果都不再動的話，一年四季都是這樣子，就蠻沒有新鮮感。我原本以為會這樣子說，就慢慢在那走，就沒有，它只能單一的那個。就講，比如講，佢咩做夜期嘅吼，啊就佢佢嘅角度人都調整夜期，啊做白期嘅啊角度都調整白期安尼啦，係，其他係一年操作啦，冇自動化係，冇人做到那幾多即係一鏡頭都。就到那的位啊，會有哪位有愛炒作嘿。那當然，這樣的一些技術性的問題啊，確實是我們已經都早有意見的哈。那這個部分，我們當然知道是未來也要逐步去克服的。不過我們深具信心啊，因為以現在的一個網絡的技術是不斷的推陳出新，好，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持續看好的。4點鐘，隨時上愛睇苗栗巷看到農場嘅影相，就有好看，的確改善嘅多年。如果按一台攝影機本錢改出愛30萬元，嗰所青島嘅農民就算認為也係未來嘅發展，還係睇冇眼望嘅。去加減錢咯，安尼總以來一台嘛唔少錢去考慮一下，嘛怕係冇一種趨勢啊，唔過。怕你去翕到嘅啥短暫嘅，就一個畫面停啲嘅停嘅，所以我會考慮一下是否可以可行的。要自費來做也會做啦，因為那時機成熟啦。因為青島人他可能同人做些，可能同人做茶，可能同人人。啊，青島人冇可能人唔提供，人家是買個又覺得買個乖乖人都唔咁耐啊！可能看到人哋做乜事情，看叫佢都講哎呀，也應該冇問題。我們的觀念上哈，當然這是一個新的科技嘛哈，然後依整個務農農民的話，可能這方面會比較困難一點。像這個設備是比較貴啦，對。然後我們講說，哇，這樣的話，事實上他們有在考慮說，像下一年度能不能就直接放，就是提供一個智慧型手機。然後就直接就是裝 WiFi， 然後就是直接拍照直接上傳這樣子，會比較多樣性啊。那事實上網絡的話，它在動的時候就傳輸的頻寬要夠高，然後我們這邊又算比較郊區，就頻寬可能比較不夠高，然後解析度比較稍微比較弱一點點，所以還有蠻多地方要改善的。傳統農業同苗栗科技結合係未來嘅發展，推動縣政府自辦嘅苗栗農場想法改好，也無聽出有啲嘅聲音限制。總講除嘅農民嘅概念，大概部分嘅技術未愛成熟，沙等嘅維護管理還高係重點。農產商源端需要有長遠、長期嘅規劃，就唔會入項目就冇嘅。